后来因为这件车祸，有3个家庭今年的过年歹过咯。新北市泸州的宽地大道，昨早起发生着严重的车祸，有一对父母，一个人牵一个囡仔过大路，这妈妈甲12岁大查囝行到中央分隔岛的时阵，拄着2台轿车相撞，其中一台撞一个害车尾，转去撞飞这个小女童，甲小女童撞死了。警方调查结果，2台车的驾驶拢有责任，拢以5万块来交保。监视器翕到银色轿车出巷口，准备要倒弯，也无撞到另外一台直行的车，规台车的车尾弹起来，用慢动作搁看一摆。当时这个查某囡仔对因厝内人正要踏起安全岛，准备要过车路尔，互这台车撞到。这个画面大人拢有看到，将囡仔送到病院了，急救嘛是无效。那一直是班上老师的好帮手，所以昨天第一时间我们得知这样的消息的时候，所有认识他的学生跟老师都感到很悲痛。死者是12岁姓张的查某囡仔，车祸地点发生在永乐街38巷，这是单行道甲宽体大道交接的所在，无设青阳灯，嘛无测速的翕相机，干那黄色的网仔线。在地人讲，较早捌甲相关的单位申请设青阳灯，验过无符合规定。希望讲市政府因为这摆车祸会使重新评估。这在国外、国内都在教说要左右扫描，所以父母没在做左右扫描。可是我觉得小孩子，因为个子比较小，人家不见得看得到。尤其是像他正在穿越，不管左转车、右转车，他们的 A 柱都会挡住。跟两侧的行穿线都超过130公尺以上，所以行人的部分没有肇事责任。依照法规，日行穿越道范围100公尺内过车路是违规的，验过调查现场双边范围拢超过130公尺，所以讲这个查某囡仔甲家长拢无调查的责任。那这个车祸以外，2台车的驾驶拢被依照过失致死罪以上，最后是5万块交保。上个无辜的，就是这个12岁查某囡仔，因为这个车祸丧失宝贵的性命，嘛，互这个伙无法度去传验。